大家好，志明的节目是咱义大破歌声节目开始带来一首真正有轻松的歌曲哈，车顶的水姑娘。哦，这首歌曲要考验到咱嘉明老师的义大的熟练度咯。爬音爬得很快啊。坐火车过风空，心情真轻松。车顶一位水姑娘。目睭真活动，嘴边是我红，长乌头鬃，看人着用放袂送，害我心肝跳恰恰。要问伊一句话，不知通不通。到家己，心情真滋味。车顶迄个水姑娘，对阮笑眯眯，予我加添着勇气，轻轻活过去。想要开嘴要问你，忽然听到哔哔哔，要问一句话，不知吞落去。火车过去着，身躯第一哦，鱼头边在啉拢着，心肝像火烧。请问小姐倒位去，敢会问伊？若会感觉有滋味，咱来做着好友谊。怎样你无心意，我头做你？谢谢。车顶的水姑娘，我拄则就甲咱观众朋友讲，哇，这首歌曲无简单，遐啊拍音啊，骹手爱足好诶哈，无简solo 吼。但是老师这首歌吼，伊嘛有法度自弹自唱啊，嘿啊，厉害，加上搁厉害，安尼搁足厉害。对，都有像这个。都有像这个韵脚，都有司机啊，系啊，都搁有车长小姐，我司机开我车就好。对，互你好好的先去服务咱的观众朋友。哎呀，服务咱个，我即摆来做一下服务者哈，因为拄则甲咱拍扑啊的人去介济安尼吼。来，谢谢。哦，去弄掉呀，好来。我都唔相信你安尼个弄掉，好来。嘛是会搁弄掉，因为你挂车就好啊。车，你看一下。好，安尼就会使啊嘿。好的，谢谢大家。来看者吼，观众大哥，你今仔头一名呢，袂歹。文东哥哥，你即摆爬得足紧的哦。来，姚顺天大哥好，佩华姐、康苗姐姐、梅香姐姐，咱明渊大哥、邱静阿姐哈，谢谢咱的郭明凡爸爸，谢谢你，宝丹姐。郭明凡爸爸，你头5个月无来啊吼，来。春来大哥好，咱邦桥王大姐，谢谢我们的博奇大哥哈，来邦桥王大姐你好，董文明大哥，咱的长生大哥好，咱桂清大哥，谢谢，感谢咱焕忠大哥、木红大哥、蔡大姐，咱的姚正芳大哥，感谢林嬷嬷，这个普话声，包括咱的明华哥哥，哇，咱的明华姐姐，谢谢你们哦，哈，满满的普话声哈，来，哇，谢谢大家。咱顶日啊吼，甲咱观众朋友讲，这天气反凉冷啊，有的观众朋友讲会酸痛啦，会不舒服啦。其实呢，观众朋友啊，咱有当时毋是讲干那循环，还是讲骨质疏松，会引起着酸痛尔。迄包括讲吼，这都是爱讲者，我今仔看到一份资料，咱台湾吼有一个足著名心脏科医生，伊叫医生呢，伊呢伫台大内底有咧做院长，包括伊是前卫生署长哦，伊叫做林芳玉医师。伊咧讲吼，讲即个老人医学吼，一个专家认为讲，
老化是一种营养不良啦。是所以讲啊，你咧营养咧吸收的时阵吼，啊吸收了无够，营养不良吼。因为老大人的时阵吼，即个胃口啊，系胃口变细，是啊，吼，无当像迄个即个少年人的时阵吼，食遐尼济，系吼，即营养也甲像即个吼做热量也较不足。哦。所以讲，你即个情形下的时阵，伊即个免疫力咧，伊嘛会下降了对。是啊是啊，而且吼，咱台湾的一寡老人者啦吼，普遍对着这蛋白质吼摄取无够。是。是啊，所以讲人伊建议讲吼，咱跩长辈啦吼，咱跩大哥大姐爱加食一寡肉。这算讲这是根据做即个吼。鱼仔肉爱加食一寡。即个吼有数据的。有数据吼。吼，也食菜咧，食菜毋是歹。嘿，但是呢，咱咧即个伫咧食物件，伫咧讲究的，就是讲爱平均啦。对啊。咱讲食鱼食肉嘛爱菜价，吼，啊你菜价的时阵嘛爱食肉安尼。伫迄 Okinawa 吼。对。遐代的人啊，因拢足长岁数的，但是因遐的老大人吼，拢爱食肉，但是爱食鱼仔来食肉，但是因咧煮肉的时阵吼，甲咱观众朋友，甲咱咧卤猪肉爱食款，炖肉，嘿卤肉意思，卤卤猪肉。但是伊咧卤肉的时阵，就是讲内底甲放一寡海带，放一寡蒜头，海菜啦，嘿，啊放一寡咱的菜头，哦，看是红的，还是讲做即个白。哦，包括的时阵就是讲紫色，咱咧讲乌菜头有无？是。哦，即款的做这。哈？嘿。是哦，哦，啊，就是讲吼，伊即马安尼煮法是讲，咱伫咧卤肉中间，甲放一寡海带也好啦，吼，一寡菜头啦，一寡老师讲的讲红菜头啊，蒜头这，包括讲甲放一寡葱啊类的这啊，这伊就会当降低讲，伊伫咧煮的时阵吼，会当降低迄个胆固醇，吼。而且呢，无大经过增加呢不饱和的脂肪。安尼呢，较袂引起着一寡咱观众朋友讲啊，我都袂使食油伤济时阵，安怎会引起着心血管的疾病？你若安尼食像头拄啊，你咧讲，甲我咧讲啊安尼，伊就是不但有营养，佮而且袂引起着像即个心血管的即个疾病啦。是啊。啊，当然这是专家讲的，对啊。咱就讲一寡。互咱观众朋友来做，包括讲吼，即个日本人，你知影日本人吼对食拢真有研究，而且若较长岁数嘛吼。伊这日本吼，讲对着老人综合研究所有一个所长，咱的副所长吼，叫做柴田博士，伊嘛讲。柴田博士啦。这是有数据的哦吼。对啊。伊讲吼。你若是减食肉较无食的人，你就是蛋白质就是会较欠缺嘛，会引起着肌少症。就无肉无凸啦。对啊。你无甲补充像即个蛋白质，就较无肉无凸。啊，无肉无凸的人，你讲人就较无脾气啊，对无？就较容易感染着，哦，较搞啰嗦。所以讲，甚至吼，这人若无肉无凸的时阵，人讲，你有无？人若破病了，像讲做安怎失去啊，肉拢无见着。会威胁着讲生命。较无力啊！你行路时不时嘛跋倒去，无肉无凸落，吼，今日有筋甲骨，但是你无像即个肉来讲，伊嘛无力啦。吼，啊，你若讲一般咱咧食肉的时阵咧，伊绝对毋是即个高血压，吼，还是讲高脂肪的即个罪魁祸首啦。不是啦。毋是凶手就对啊。毋是凶手。但是你要了解讲者，物件过量拢总无好啦。对。哦，真好食的物件，真贵重的物件，真补品的物件，你食伤过头济，过量就是无好。对啊。但是咱知影讲像即个肉类啊，伊即内面哦，即个就是多种丰富的即个氨基酸啊。啊，对。啊，伊会当使咱做即个啥呢？咱的血筋的心血管保持着做即个有弹性的弹性。你才会当去预防着做即个动脉硬化，是啊，也甲脑中风啦，吼，也甲而且佫会当提起，佫会当提悬着一寡传染病，也甲咱个人即个免疫能力。所以讲做即个肉类的时阵，对无？嘛是真重要。肉类会当提供着即个蛋白质啦，吼，必须要即个氨基酸啦，以及其他即个营养素啦。是啊。所以讲呢。即个日本人即边做遮，吼，也甲讲咱本身的真咱林芳玉，吼，即算做到院长、卫生署署长嘛，吼，台北即个营总总院院长等等安尼吼，伊嘛鼓励讲老人的时阵呢，聚会人啦，爱考虑讲爱加一寡肉，是啊，吼，安尼啊，像即个号做膳食爱平衡，毋是干咧食肉就好啦，食鱼食肉爱菜食鱼食肉菜甲。
啊，这个营养的时阵吼充分，吼，才会当成功的这个老化，吼，成功的老化就是讲，你这个就是讲对中年、对中年60岁、70岁、80岁、90岁，食到100岁、100外岁安尼，伊这个老化的这个过程才会顺势啦。对，才袂去拄着就这个坎站啊。对，迄有诶坎站向讲，哎哟，一年不如一年啊。是。嘿啊，迄有诶人无哦，你看嘛，呢，食到80、90岁啊，你看嘛，还佫会行。会走，甚至家己有法度煮食，足济啊，对无？吼，后来伫遮呢，这部一个开始，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个分享啦，吼。继续，咱要来。正确的这个观念，这真对，所以讲有诶时阵讲我都无，老师啊，咱嘛会拄着讲有个时阵讲伊无食饱，无食饱诶时阵呢，安尼你就要营养补充，就是讲需要惊讲肌肉较无够嘛，肌少症嘛，你就要补充一寡。一寡蔬菜类的，保健食品，吼，保健食品，即马保健食品嘛足厉害啊，甚至一粒仔尔，伊就会等于讲超10斤的肉，这嘛是有需要，对无？好来，今仔要来进行着咱这个点歌的时间啦哦。今仔安排6首歌曲，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哦。头一首《爸爸是行船人》。青红点点点是。江边黄昏时，第二首《长街蝴蝶姑娘》。以前人撒去繁华一都市，黄昏日头若照爱人的门口。来，山顶已经风乖姐姐。秀梅，谢谢咱尤大哥、尤大嫂、佳佳、秋景阿瑟，感谢梅香姐姐、康苗姐姐哦，还有我们的佩华，谢谢你们哈。来，等下会记得开点歌。第三首《爱你是行船人》。在阮的心目中，你是一个男子汉。一生中，来第四首歌曲《温泉乡的记忆》。大溪钓比情乱歌，流浪到一位。第五首，你是我的兄弟。日头若落西，也会浮上天；花蕊若落土，会高开。来，上尾这首叫做《快乐的农家》。农村的无产期，农村的无产期，日头有晒残水，爸爸的鬓边，快乐的农家。来，准备要来点歌咯！来安排6首歌曲哈。来，头一首歌曲是咱这个《爸爸是行船人》，第二首《长街的蝴蝶姑娘》，第三首《爱你是行船人》，第四首《温泉乡的记忆》，第五首《你是我兄弟》，上尾这首《快乐的农家》。靠阮头前的专线电话哦，来准备打电话咯！8326-317，8326-317，中华县市一拨外县市加控诉，来准备满线。来，运动哥哥，一位观众，嗨，喂。
嘿，运动哥，新年快乐啊！哇，谢谢你啦！来，江老师你好，好新年快乐！谢谢。快乐今天要听到一首我三个六，三个六呀。三个六好啊哦，三跟六， OK，谢谢哦，感恩好，哦，谢谢。谢我们的运动哥，感谢。哎你好，坤秋哥哥，哎呦，最近走得真紧，这真是哦。时间好，我下开哈，好，谢谢你，平安哦嘿，谢谢。来，有大嫂，喂，搞炸，嘿，来哦，老师好。好，我来点名做4跟5。 4跟5啊。 4跟4跟5。好，我知。大用伊大家你是我的兄弟。好的，可以的哈，下开啊嘿，平安，来哟，秀美。阿美姐姐呢？较赢啊，我甲你看。来，谢谢。 1、2啦。 1跟2哦，我知影，我写开阿美姐姐哦嘿，好，感谢你，大家好，好，大家好。大家好。来，康苗姐，哟，你好。台北市的这个信义区，恁两个好。好，好，我点第1甲第6个。第安尼啊一甲第哦六，头尾包中包啦。好，安尼我写开哈。好，谢谢我们康苗姐姐哦哈。快乐的农家，啊，你好，邦桥王大姐，你好。王大姐，喂，你好，早上美女你好。谢谢。 1和6。 1跟6呀。好的，我下开哈。好，的，谢谢。感谢王大姐。啊，你好，姚大哥。两位主持人午安，我要听第1首甲第6首，谢谢。第一首甲第六首，好的，留到中包了来。今天足侪人听你好，来哦，秀珍。我高兴，乌鸟子也好。谢谢。来，秀珍。第2跟第6。 1跟6呀。哦2跟6，2跟6。好，我写起来了哈。好，秀珍姐，谢谢，感谢哇。長崎は上々さんです。喂，来哦，你好，红英姐啊。两个恭喜。你嘛我要点2加3。 2跟3哦。好，我下开哈。好，来，红英姐哦哈，好，谢谢。来，哇，咱观众朋友吼，其实这段时间有的观众朋友讲，啊，你点歌，其实是要甲咱观众朋友做一下互动啦，嘿，互动者吼，啊，你就知影，吼，阮咧做节目拢怎，惊无人看你，吼，啊，你啊卡开时阵表示讲，上少你若我一工若接咧50通来讲，吼，无啊，个50个咧甲咱看对无？来，也袂了吼，来，移民哥哥，今仔要听到首歌。 我点第1个爸爸是家村人，安尼哦，好。第2是温泉湾的记导，好谢谢。的，好，谢谢，我下凯啊哈，好，谢谢。哎，你好，陈妈妈，嘿，新年快乐！谢谢你。我食爸爸，我是食土糖。哦好，阿哥，快乐的农家。安尼拜拜。好，我下凯哈，谢谢你，谢谢。哎，你好，梅香姐姐哦。光临江林你好，我要点第4甲第6。安尼哦。好的，我下凯，好，平安哦。好，来第6首先哦嘿，来玉萱。嘿。 玉萱姐，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我要听迄个1加2，两位主持人您好，我要听1号跟2号。好的，没问题哦哈。好，谢谢哦，谢谢，拜拜。客气，新春恭喜。喂，你好。你好。哎，阿姐，你今仔想要听倒一首歌？调流浪到台北。流浪到哦，来，台北。你刷卡，等者哦，刷卡，甲你接来了哈。出外来流浪到第5线。 第5线先甲接落去吼，来新朋友啦吼，宝丹姐你好，你好，嗨，宝丹姐哦，第一首吼，我写开啊哈，好的，没问题哦，谢谢，来哦，蛋诶，恁两个好，大家好。嘿，第1首爸爸是家村人，甲第6首快乐的农家。好，对了，OK，蛋哦，谢谢。好，谢谢你，谢谢，来雅芳，雅芳姐你好。你好，恭喜新年快乐！大家发财！今天要听到一首歌哈，雅芳姐。我要听1跟6。1跟6。好的，来，我下开哈。谢谢。来，准备好歌哦，好，拜拜。来，安排这首或者头一首《快乐的农家》。来，谢谢大家哈。
感谢咱观众朋友踊跃来点歌，这首《快乐农家》是咱文东哥哥、康苗姐姐，也搁有咱这个王大姐、顺天大哥、秀珍、陈妈妈、梅香姐姐、当的雅芳姐所点的哦嘿，好，帮你来跟咱听唱哦。农村的无产期，农村的无产期，日头拍泉水，爸爸的冰冰，爸爸的冰。溪船的水清清，流比真巴长，妈妈倚地霜，妹妹倚地霜。满床的心地，大家心欢喜，妈妈煮了你，妈妈煮了你，一碗一碗。好，谢谢大家。来，继续安排。嘛是我的歌，爸爸是行船人。后来这个歌嘛好听。咱讲真个，袂啦，你咧唱歌即马有进步。进步啊！有啦有进步。你拄则有甲我教过啊？啊，系啊。对啊，这阿鲁圣度有指导过。来，我先看嘛，什么人有拍谱啊？哈，来，辽云哥哥、王爸爸好，有大哥有大嫂哈，观众大哥，谢谢我们的雅芳。感谢恁的普洱香红乖姐、秀凤，谢谢哈，姚顺天大哥，感谢咱康苗姐姐啊，咱明华哥哥、文东哥哥好，谢谢邦给王德基哈，咱的汉文大哥、佳佳啊，桂清大哥、素英姐，谢谢木火大哥、有大哥有大嫂哈，来恁拢默默的普洱香，帮恁拢有收到啊哈，谢谢宝丹姐，感谢。来，继续是咱这玉轩嘛有较拍谱啊，玉珠啊姐，谢谢你。爸爸是行船人。来，文东哥哥。
康苗姐姐、王大姐、顺天大哥、秀珍、陈妈妈、咱梅香姐姐、党诶、雅芳、咱所点的哦，邀请全国好评共同欣赏收听哈。青红顶点点是，江边黄昏时，我在着慈爱的爸爸身躯边，无言无语，我海面受着要分离，等着落声若响时，船就要开。爸爸是行船的人，今夜出航期。只款的离别是伤伤的代志，为怎因到一时，犹怨心空虚。目睭看见黑暗的海流几千里，无情落声头阮准备离开。爸爸的淡淡笑容，予阮心上美。船已经离开去，心内真稀微。阮孤单在岸边，珠泪流袂离。看伊做点点是，亲像在表示，叫阮忍来等着，不免怪伊。爸爸的早日回来，阮的身躯边。好来，爸是家村人，两首歌曲啊，这两首歌是上侪人点的芳龄先行哈，搁续落要来进行第二阶段。第二阶段哈，就是咱这个听歌要歌名，互咱观众朋友好礼送互恁哈。啊，若讲即罐吼，今仔嘛共阮送即罐啦，这观众朋友要求，讲芳龄你毋好换，好，我吼进前都互咱送着，过年前遐啦，摕着的人客讲。学老甲会得志啦！今仔下早咱咧文青嫂嘛讲，哦，啊你过年送我吼，啊过年遐吼一罐抹甲强要还去，我讲哇你若抹遐香，伊讲哦啊就安尼，好用受济抹，大细汉抹，伊讲吼，啊就你感觉讲安尼暗不舒服吼，啊就甲烧烧咧，是啊啊就像你讲安尼吼，安尼凉凉，疲劳啦，吼，冰冰啦，肩胛头啦，含滚筋回回咧。哦，迄精神的时阵，马上抓来。真正好用。
尤其比是你快充的较紧。你若是讲吼会酸会痛会抽会拔，这拢会使推哦。对你若有咧去5000会，你若是讲吼有去用咧掠灵啊哈，你即罐会记得哦。较早早起哦，师傅甲你纯天然的对，倒手芳哦真正有够赞的哈，而且你佫叫写万灵霜吼，倒手芳万灵霜万灵的就对万灵的啦吼，吼。杜香、花来香、芒糖、吼咖香、烫香，吼，做这拢会使哩。来准备着歌咯，2首歌曲。凄冷的月暗，梦入大海边，海面灯塔白光线，暗淡无元气，只有诗的花枝。醉了声爱因为出旁的坚守，永袂软落去。酸苦味，已经饲了痴，何必为着大梦痴迷来死？为怎样海鸟爱甜，扰乱阮的心？亲像替阮的心情流出了痕迹。叶俊玲老师，真好听这个歌词，吼，这是日本的音乐所改编的。第日清先生早前真迄道的歌曲，这首歌曲有5字啦，5字。来，我继续呢，你得甲安排一对刘家昌先生早前写有迄个珍珍因妹妹所唱的一对歌曲。若即摆现主持大家唱咧，特别有迄个感觉啦。我来甲献唱即个，即个是国语歌，伊原共款是5字哈，5字。喂，蔡福玉大哥好。好来哦。来。温暖的秋天，秋天的许希望。每当落叶缓缓飘来，更叫人分外留恋。落叶一片片，拾起一片做纪念。夜里有我俩的誓言，今年的秋天分外温暖。只要我们俩心不变，
然在秋天里也有春暖，任秋风吹落叶飘，真情建立在秋天。温暖的秋天，秋天里细细暖。每当落叶缓缓飘来，更叫人分外留恋。落叶一片做纪念，夜里有我俩的誓言。今年的秋天分外温暖，只要我们俩心不变。纵然在秋天里也有春暖。任秋风吹落叶飘，真情建立在秋天。这首歌叫做什么名？来，咱观众朋友若知影这个歌名，赶紧利用着04832631的电话，甲拍入邮件。我即摆现主是依照惯例，甲走一底做这个咧热门的音乐了后，就要来公布答案。谢谢，感谢咱观众朋友。阮吼线顶线骹拢足认真接的哈，拢要互咱观众朋友都有机会参与哦。嘿，你只要有敲电话，来，头一首。凄冷的月暗，望入大海边。灯塔来，第二首。任秋风吹落叶飘，这恩情建立在秋天。温暖的秋天。来。遮侪人对，吼！今日阮卡手我紧的写出简单。
左手真紧，骹手真好。感谢哈，啊嘛感谢咱拄只线顶啊，侪观众朋友你听第二次的参与吼，咱这个互动哦吼，感谢。好啊，老师来安排第3首歌曲，第3首歌曲就是真正伊的歌哈。什么歌？来哟，你的歌就是你温泉乡的吉他。我来。嘿，啊，这个歌有口碑，也要大吉他，也要 solo。好来哦要口碑，也要唱歌，这个歌有够来，难等度。讲到这吼，啊，咱观众朋友，咱小等下咧，吼，老师咧唱歌的时阵，啊，帮你来甲咱观众朋友来线卡，吼，线顶线卡，你来开始准备敲电话哈。因为今仔甲咱讲的观众朋友吼，甲咱讲的即个主题，真侪时段，大家拢总有需要。吼，咱拄则节目一个开始有甲咱观众朋友讲个做，哦，啊，这肌少症，无肉无凸，嘿啊，啊，哪会安尼，就会引起着遮侪惊未知。诶，慢性病，嘛咱顶加足闹的咱顶有甲咱观众朋友讲过哦，迄肌少症的时阵吼，咱讲咱若无肉无凸的时阵，会包括影响着你的困眠。哦，你讲诶打呼，有的人啥，咧打呼的时阵啊，个寒气管的肉已经消散掉就是讲即个喙齿，冷气啊，喙齿吼无肉的时阵，啊伊安怎全去吸掉咧。哦，啊，即个呼吸道的时阵吼，就去阻塞。即个面若无肉的时阵吼，目睭蚵仔就塌落去啊，就变真老啊，就咬起袂好看咧。无肉，像皮啊，就咬皮皮啊。即个骹手若无肉的时阵，就无力啦。对啊，对。哦，有人讲起来固骨啦、固筋啦，对无？骨精髓啦。但是呢，啊，你本身都无补充即个蛋白质啦。哦，金光肉消去啊。是啊。迄金光肉内面空空，要哪会用？对啦，所以讲吼，足足重要的吼，就敢若咱的条啊共款，条啊敢若有铁筋无暗纹头。我咧讲，即支条嘛是袂连你嘛生生，嘛毋是生生后气尔。嘿，我咧讲啊，会败骹，是，嘿，会败骹，袂通喺第一档来，袂通喺摇落的哈，啊，都败骹去啊，吼。好来，我来进一段广告，老师准备歌曲，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健康达人，咱的佩蒂到现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佩蒂。佩蒂，自从你顶座甲咱观众朋友讲吼，哇，这个肌少症遮恐怖着吼，啊，咱观众朋友即摆知影保养安尼，哦，摕你安尼，哦，韩国专利的，嘿哦，咱这个专门的补激素等于食了后，嘿真正呢，较有吧。对无大劲，即摆讲吼，你赚迄面筋啊，嘿，赚着加足有力咧。对，因为其实吼，我讲真的，其实这个韩国这个肌少症这个商品啊，他们要上市之前，伊嘛通过很多人的临床实验，是，尤其就是讲吼50个岁了吼，肌肉开始流失的人，他们去测试，你发现讲吼，其实一礼拜了，像你头头讲的，存毛巾手较有力，对，啊，你继续食了2个月、3个月了，发现讲吼，其实苦了，背起来骹较袂伫遐喘，对，吼。所以他们是证实说对人体今天有改善了，他们才上市。哦，所以讲吼，韩国人你看嘛，有75岁啊，还搁伫超商伫咧做工课呢。对。哦，啊，咱毋是咱65岁了后，就准备安怎退休？退休，啊个坐遐。是。哦，你也知哦，像到肌少症这几年，医生感觉讲肌少症是足重要，毋是讲敢若补定的、补软的尔。是。肌少症嘛是一个足重要爱补的物件，就是因为它是一个失能的元凶。哈？什么叫做失能？好，什么叫做失能？我甲你讲，就是叫做失去能力。因为你肌肉流失了，你无力，你就较袂想要行。对。你无想要行了，久了就想要倒。倒久了，你肌肉怎直直流失？这叫一个循环，你知无？哦。嘿。所以讲，随着年纪是本地就流失就很快了。你越不动的话，我咧讲哦，伊流失的足恐怖。对。甚至你就失能了的话，没有办法，无活动力啊。对。然后毋是讲哦。我食一寡外口迄控肉猪肉，还是卵，我给补回转来。其实嘛，应该爱食啦。咱听众有讲过哈，咱一粒的补激素哦，等于爱食偌济啊？食10斤的对猪肉，猪肉还是控肉，安尼你爱想哦，阮一工是食2粒。对，好，咱一工食2粒。啊，莫食20斤。食20斤的肥肉，你爱想讲偌济？第一，你食会落嘛？因为咱是一工爱食2粒。食会落嘛，高血压吧啦。嘿，啊高血压、三高的问题。嘿啊，汤若要搁啉的时阵吼，痛风嘛来啊啦。对，所以呢，即马生物科技这么进步的情况下，一个是甲这个
上营养的物件，咱甲萃出出来，变成小分子，是浓缩在这个一颗胶囊里面的，好，你一天就甲食2粒就会使。所以讲，观众朋友，咱这罐补激素是专门咧补充安怎乳清蛋白，而且呢无共哦，甲你外口即马所有市面上的是迄种大分子的，无共款，咱特别做个小分子，而且做个生态级。来，我先讲吼，其实大家拢讲吼啊，其实我食乳清蛋白敢有无共款？好，乳清蛋白它没有不好，你嘛是爱加。但是呢，它其实有分年纪，你若较少年，23岁的时阵，你食大分子会使。哦。啊，那年纪大了之后，咱当然我们要讲小分子。对。因为咱所有的机能会退化、会老化，吸收速度会变慢。咱讲小分子，伊个较好吸收。哦，所以讲咱这是小分子，而且是生态级的。对。无怪吼，咱咧桃园一个陈妈妈，伊今年78岁啊，你敢知影？伊食1礼拜尔，就甲芳玲讲，芳玲啊，我咧转文件的时阵，加足会大呢。我跟你讲，大家最明显的上明显的就是为这个动作开始。对，好，这个动作你得当测试讲你到底有力甲无力啊。吼，啊，包括讲说，伊讲咧坐马桶的时阵吼，较袂遐掂啊。表示讲肌肉长出来了嘛，有肉嘛。所以讲吼，配体。顶抓，你就甲咱讲，咱就买，那时阵还袂上市，对，现在已经上市了，现在已经上市了，所以伫外口一盒就是算1800块，1800块，观众朋友你拢会当吹到的吼。咱今仔日共款是2盒啦，吼，2盒3000，咱顶抓的时阵有搁加码，因为吼第一摆首卖，所以讲咱有搁加一盒的，咱真济。好来，谢谢大家，来观众朋友哈，咱的补激素啊。补激素一盒是1800块，内底拢总是60粒装的。每一粒内底，我咧讲吼，一粒内底，因为咱这是专利小分子的吼。咱有观众朋友会问讲，啊，我食这个时阵是补充啥？补充咱的乳清蛋白，补充咱的胶原蛋白，吼，补充咱的骨内底，吼，伊会当吼增加咱骨膜骨髓内底迄个空气，拢总有法度甲你做增加。这一粒等于爱10斤的卤肉，10斤啦，你爱食10斤啦，吼，10斤。啊，一工若食2粒的时阵，你爱咱平常时啊，你要补充的时阵爱食咧20斤，无可能嘛，对无？来，即马吼，生物科技足厉害，拢甲咱做即种的萃取的哈。生物科技咱的专利小分子的乳清蛋白。会当，互咱刺激着咱的肌肉，互你修复，吼，无肉啦。安尼你看下，摸起来拢这啦，拢总甲你做修复哈。今仔一盒就1800块，2盒卖一个就跳出来。无啦，我今仔无要卖安尼啦，吼。来，你还是先收掉哈。我今仔介绍，我了展开，毋是要卖恁3000块尔哈。恁今仔甲我买细组的好，哈，小组的就好。1盒1800块，对不对？2盒多少？2盒3600嘛，吼。今仔日观众朋友啊，恁若甲我买一盒，我搁加200块，搁加一盒互恁，安尼2盒才偌济，要甲你收2000块就好，2000块就好。当然，咱若讲吼，肌少症的观众朋友，人讲无法无吐，就看啊。遐个点点，遐个酸酸，遐个疼疼，对无？今天电话打通的时候，30粒算2000就对啦。3000啦，我算2000就好哦。今仔日来，这罐倒手芳的万灵松，我搁送你。好，来，好。安尼好无？来0800815181，0800815181。连医生都甲你讲，哦，你爱吼加食一寡肉哦。但是有一寡时大讲说啊，我肉我都食素啊，食素的人，这项我咧讲吼，咱的补激素你才是都爱食，才是都爱食哈，才是都爱食哈，甲恁做补充吼，来0800815181，0800815181吼，咱拄则就甲咱观众朋友讲过，咱人吼，伫咧安尼无力的时阵，吼，躯落搁爬开的时阵，怎肌肉量不足，年纪到一个程度的时阵，你会发觉着讲你的肉拢总啊啦拢，吼拢总2盒2000块，2盒2000块，吼来，今仔日毋是3000，我无你3000块啦，我今仔要卖你2000块就好哈，买1盒，我等于再加送1盒。就是2000块，哦，2000块，有那天你无拍开吼，好啊，无我讲的就好啦吼。来0800815181
0800815181，无你去摕白板互我伫遐，吼，伫遐白板互我吼。今天哦，观众朋友啊，因为吼，我最近拢有看一寡资料，发觉着讲哇，这个肌少症真正是吼，足侪人因为这种啊咧伫咧苦恼吼。来哦，康苗姐姐你好。要买一组遐，哦，我写开吼。好，啊，感谢康苗姐姐哦嘿，好，我来写开哦嘿，好好。啊，后礼拜一啦，好不好？后礼拜一啦，吼，啊笔呢？哦，不是笔在那边，嘿，好来，谢谢哈，好的。我们今天吼，跟观众朋友你甲我买的时阵吼，来啦，本地一暗吼，阮咧豆腐卖府因为吼，我感觉讲。我互恁开较少咧，啊，恁先经验看卖啊，吼，先经验看，有足侪咱时大讲者，啊，我一届无想要开较侪钱，你先甲我买，我今仔卖你一罐是1800块，吼，一罐是1800块对无？今仔买1盒，再加送1盒，安尼甲你收2000块，吼，无大件哦，我搁送一罐倒手芳虾。我搁送一罐倒手芳虾，安尼迄无3块，豆腐为什么？它白色的呢？来，0800815181，因为即马拢满线，你听有即马安只听有清楚啦吼。即马就买1盒，再加送1盒，我们就是2000块，再加码，再送1瓶的倒手芳哦吼。郑中大哥好。要一组啦吼，好，我写开哦，嘿，2000哦，嘿，2000哦吼，啊，今仔有搁送咱倒手芳哦，嘿，哦，迄倒手芳足赞，你有用啊吼？有啊。是毋是讲？我咧甲你问看，你有去卖有无？无咧卖，无咧卖，就是爱送你啦吼。就无咧卖，我就无法度通甲你，甲你买倒手芳。好啦，无紧，你今仔我讲你今仔买补激素，我送你啦吼。好啊，谢谢，好，来哦，春雄哥哥，来吴春雄啊，上要一组吼。好的，谢谢你哈。好。你有送倒手芳吗？有哦，我今仔送你倒手芳哦，嘿。好，谢谢。拜1拜2哦，嘿。好，谢谢，好，来，08008151拜了，青妹，喂你好，喂，来，青妹姐，今仔要买一罐送一罐哦，啊，搁送一罐咱倒手芳哦，好不？好哦，嘿，写开哈，安尼甲你写开哦，嘿，好，来哦，瑞春姐你好。对嘿，要一组，我要一组，啊，毋过我刚甲你买迄，你还未送来哦。啊，无紧啦，我再看卖，看会当齐送袂哦嘿。哦，你紧甲我当齐送，我嘿，我3点包送。好，我知，唔通寄。哦，唔通寄去花莲吼。哦，啊寄。唔通。好，寄3点包吼，和3重哦。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龙长大哥。我要一组。吼，我写开哦嘿。好，肌少症的哦。肌少症的哦嘿。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咱的春燕姐哦嘿，好，谢谢，好，谢谢。哎，你好，文东哥哥，喂，你要一组呀？那安尼我线卡再甲你服务，我等下甲你回电话，好不好？好，来，郑勇大哥好。喂，郑水大哥大嫂啦吼，好，要一组啦吼。好，我写开哦嘿，好，谢谢你，谢谢，好，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啦，吼，谢谢你们哦。你那个声音要收掉哈。好，来，谢谢。是啊，来感谢咱观众朋友哈。我发觉今天观众朋友真正听有清楚啊，对不？我之前咧讲，你拢听无清楚。哦啊，今天听清楚的话，甲恁恭喜，哦恭喜。包括讲有的时段，你也之前我听我帮您讲过，讲说咱伫咧困的时阵会打呼，也是因为安怎？哎，肌少症，好，来哦，明福哥哥，你好哦，你好，啊，要一组呢？哦好，我写开哦嘿，好，啊，我甲你写开啊，差不多，下个礼拜1啦，好不好？好，谢谢啊，谢谢大哥哈。来，老师准备唱歌咯。好，谢谢，来，电话继续互恁卡，啊，我即摆先来摸彩，因为吼，我拄则咱有迄歌。我甲恁点咱的诱歌的时阵，有这些咱观众朋友哈，你准备下一首歌哈。好。来，
啊，互芳玲吼先来邀出来，我惊讲我我嘛捌吼，一个电话接落去了吼，拢总摸像啊乒乒叫的时阵吼，袂记得共摸菜呢，吼，哦啊今仔会记得较紧的，电话较紧，是了。来哟！来，林秀环姐姐，秀环姐姐，秀环姐啊，秀环姐姐，哎，秀环姐啊，来，重重的音乐走落去。哦吼！好，谢谢。来，坤星哥哥，喂，坤星哥哥你好，感谢。来，等下再甲你讲的时阵吼，若无肉无凸的时阵，就变成啥？变狗。吼，散散啊，啊，就本身的成绩肉，较早少年时外烟头咧。即摆现主时一个像即个肉无去了后的时阵，拢剩啥？剩皮。剩皮呢？皮就摇皮皮，啊，毋像狗的咧共款，吼，就歹看。较歹看。啊，手较早足有力的咧，讲举举重的，吼。诶，看过来起你去，结果的时阵，即马无肉无凸啦。迄只鸟鼠啊走去啊。嘿，对。啊，安尼时阵，你手要哪有力？来讲到这吼，老师你要做准备者吼。讲到这啦，爱甲咱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就是讲你若是无力的时阵，其实是我咧讲万病的根源，就是讲你无肉，你就是万病根源啊。吼，你包括像咱拄则讲的讲啊，暗时啊爱打呼啦。心脏嘛会无力啦，心脏嘛是肉做的，对无？啊，气管嘛安怎讲话枵枵啦，吼啊，不等安怎食物件会去砸掉啦，这嘛是肉做的，对无？肠啊，甲胃嘛是肉做的，对啦，吼啊，所以讲观众朋友，今仔日我们就只有今天用这样子的特惠，吼啊，你把握哦。大家拢总用得起。而且吼，来，吼讲到这款，物件你靠就对啦。这款真正是。大家学落的哈，大家学落哈，学落个会当钱。还是无，我们物件先你用看卖咧，先送互你。对啦，对啦，嘿，所以讲观众朋友，互我送就好，无要买哦嘿。线卡的电话继续互恁卡，准备唱歌。条悲情乱歌，流浪到市位，月娘已经浮上天，我阮地土开。初恋迄个人，你因好车绝情，点点来离开，愈大愈来，流出伤心泪。stra向白色一笔浮上天，闪时灯光含带情，望阮心甜蜜。
去当时，咱也来细